随缘应化，活泼应试。所以咱来常常来学经典，你就会当了解是咱安尼来修行。啊，你若无去做这，你要哪了解你的生命要怎做？你永远就是伫遐听啊，但是比如讲听以后较啊，在所学册讲也佫讲袂到，道理讲袂入去，佫讲袂到遐，安尼5种心无。都提醒安尼无明的。你看北北孟子啊，伊主张一个性善，啊，荀子、孙子，伊主张啥？性恶，一个恶，一个善。结果一个主张性善的，其实因讲的拢无对啊。一个是以气禀来讲，人是性恶，但是气禀来讲嘛，咱的先天带来的品性毛病就是性恶啦。啊，但是若要去一个较自性的。还可以用，伊就是一个是性善，但是，一个是性善，但是讲性善说的孟子，想那也让入72贤，伫孔老夫子咱的孔庙内面明白，因为伊的性善说，讲人是善的这个性善说，鼓励很多行善的人。咱人就是善的啊，所以咱会当去恶啊扬善啊，咱会使好好啊去提咱毛病变好。所以伊鼓励足侪人，后世的人因为伊即个学说鼓励他。啊，荀子就无共，然后伊讲性恶，结果性恶，结果安怎？大家拢从啊当作讲啊人就是恶的嘛吼，所以我做歹就是有借口啊，我先天就是恶啊，所以我拢来做歹。因为伊个性恶说害足侪人列为借口不修行。所以因为安尼，伊无法度去骗你。荀子不是贤人吗？他没有背入这个圣贤的路，各位前贤。所以咱要去说明哦，咱咧讲讲话，咱的语气行动，咱代表的内容现在，咱一句话讲了好，讲了毋对，也是咱一个起心动念的，啊，了凊彩的动作，可能凊彩一句玩笑话吼，比如讲咱讲我咧伫遐喙人喙讲玩笑，讲啊，迄个人啊，安怎做歹啊，安尼，结果迄个讲做歹迄个人，伊捡起来去，佮去找人去问讲，啊，伊讲伊做歹，还是安怎讲无呢？这有时候会不会有这些循环？啊，会不会导致有是是非非？所以各位前贤，咱来请来让自己要美化自己的生命所以除了很多咱讲报告的，咱还有一个就是要美化咱的生命。美化生命是什么？咱来大家爱读《弥勒真经》还是《弟子规》，爱读100遍。你讲大家读100遍较侪时间规工日啊读100遍毋是啦。这志向是偌久的时间？1年啊，叫先生一单到读100遍的经。有咧读的就忝头啊，简单啊，啊，若像班的老师佫愈简单啦读的佫愈济啊，一暗晡时啊读3遍嘛一暗读3遍，你看一单落来，咱读几遍尔好几次了所以读经百遍你其实咱可以让它改变咱的细胞，改变咱的气质，咱的气变会当转化。所以佫来，咱佫有啥？咱来逐工量默念5字真经，行路一步就1千九，咱有5年嘛行一步念一支，行一步念一支，安尼你一工念50句，敢有困难？敢有困难？无困难但是咱若手机客开规工拢咧创啥？手机客开伫遐滑手机，你滑手机会超过半点钟无？会哦。有时不知不觉1点钟就滑过去，有无？足恐怖的。若追剧佫愈久有无？追剧啦什么日剧、韩剧啦什么中国剧、台湾剧，约落去拢规暝规日的就有无？安尼生活咱讲袂使呢，咱袂使追剧，有啥物会互咱避免，会让我们沉迷所以每天花10天走路1部1真经，再来每日做叩首。伟先生讲我厝附近拢有咧叩首没有关系，厝无附近的咧，敢有逐工咧叩首？迄就借口。我都无附近我啥咧叩首？各位，这拢是三宝5字真经是持咒对不对？叩首是啥？叩首就是抱合同。各位前贤，咱当抱合同去试试看叩首。抱合同，咱起这个合同你有去研究？或许最近有在看那个瑜伽大师你知道他们讲咱的合同跟无名指有没有关系？伊讲的无名指是主宰宇宙天地奥秘，咱全身器官的一个啥？伊讲的是一个活络筋骨的活穴伊就是宇宙奥秘的穴道，伊讲的是无名指。咱的合同跟无名指有关，对
一扣慢慢扣，你会发现哦，你规身躯真正人讲的吼，抽坎田里吼，迄个易经讲的吼，你的整个身体的宇宙小周天都有在循环，都有在走。啊，这是咱一贯的足宝贵的三科。现行的宗教没有人有这种宝贵，但是咱拢袂晓把宝贵摕起来用。咱那个伫遐咧对别人练气功，啊，搁伫遐咧做啥对外口人伫遐咧咧雕山咧武功做咧去。其实咱家己的三宝很好用，而且是日常用。你爱日常用，你就会发现原来真好用。啊，搁有就是爱静坐，毋免着盘腿，毋免着去地人遐咧着爱打坐，毋免。你就摕一条椅啊，当边东方这个宇宙能量学，东方就是我们人体的宇宙能量学，它是活的声学这些，对咱人的身躯是最有益的。往东方，举一条椅啊坐，啊你也嘛免盘腿，拢毋免啊，你就做自然坐就好啊。啊，你就眼睛微微开，就咱讲的一手玄关，气手丹田，注意啦，你丹田就很轻松。啊，当然今天时间我要讲啊侪，有兴趣我们以后慢慢大家来研究你这样静坐，每天你家想一天来静坐10分钟就好啦。啊，你莫坐超过30分，超过30分有时啊容易执念执着伫个玄关处。啊，你竖起门出来迄玄关嘛，安尼一直拢一直叫，安尼会头壳会痛，啊会一直咧运这个气，头壳会飙那不行哦。你气进去的时候要上一手玄关，啊气下手丹田，就提速为丹田，你把它然后从后面慢慢气再上来，啊，迄拢是自然的。这个未来有机会我们再来大家研究这自然的。但是就是你刚开始做，就是静坐的好，你的静静啊坐啊拍日头，拍10分钟就好啦。静静拢莫去甲想，各位浅浅，你会发现你会愈来愈健康，愈来愈进步，因为健康是从思想开始啊。各位浅浅，为你的思想健康开始，不是为你的身体健康。你身体健康，我是去看医生。这样理解后学意思吗？你要先从你的思想健康开始，所以每天这个你都可以勾，啊，你嘛可以勾我不要，啊，你也可以勾我要，都可以使。再来就是国外开荒，这个大概它跟以前一样啦，国内刀屋开展就是访亲队，马上担任小组长、组员，买三公后学他还开，后学底下有空时陪伴团队5年，咱的领导咱组长嘛，咱联络的时阵，咱就使对伊有闲无有使做你若讲我就是可以的，咱就不要。再来学习志工领域服务，咱就是我们现在爱想我们有这么多领域，咱有制造爱心会，然后开班有挂号、厨房服务、水电、交通指挥、清洁工作、公务，还有教育学界，还有资讯传播、文理、企划服务、生命礼仪，进爱想的道路有这些，就会浅显刚才。有浅显摸摸知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这张？先跟大家报告，现在爱想的道路有这么多，你可以选择我要学哪一个，可以学习生命礼仪的指理其实这个在生命关怀的时候，其实这个也很好用这咱拢会使用到。好，到这这张开一点时间，应该是开真侪时间跟大家报告，其实是缘了缘，真心了缘，缘来了，苦害了。苦拿了，罪害消。各位亲身经历，咱来想这句这足重要你的苦跟罪来自于你的愿能不能了？你的愿能了后面这些才能了，它也消好，来，所以老师甲你讲，其实讲遮济，有时嘛有一寡疑问袂晓的有无？但是咱拢请安怎？有疑问拢无就家己遐学白想，学白想，愈想安怎？烦恼颠倒梦想愈多。所以老师嘛跟咱讲心理提示第一我讲道者理也，不明理焉修道？故修道必先明理，这个最重要，一定要有疑必问好，